应用驾车规格嘅顾虑，合乎现代人的养生风潮。肉质食起来又喷又软，人工过长体式包鱼嘅汉堡菇也喜受欢迎。现时国内所种嘅汉堡菇係1996年由农业试验所利用插胶嘅技术所培育嘅新品种。我哋食嘅汉堡菇设备当中有四嘅係新竹菇农陳耀瓊所生產嘅。伊個漢堡菇工廠用自動化環境控制設備，漢堡菇種下睇冷氣防度，唔會受到天時嘅影響，使得大量生產。陳耀瓊還建立俾一貫化種壓流程，使得精準種壓品質。伊也用水打草來做技術，減少種香菇對環境嘅衝擊。向下來看，陳耀瓊用嚟對一個半嘅廠房，獨獨嘅擴張，打造國內生態嘅漢堡菇工廠。呢片喺台中新社一間漢堡菇工廠，佢嘅產量當地已經係關於生態界，產房面積也係寬寬，拖拉菇弄死得到地擺4個億。我漢堡菇工廠差唔多有3甲班，人員差唔多生產6000公噸。6000公噸佔台灣漢堡菇年產量嘅4成。透過當日同時就進行嘅專業栽培群眾，機械化做太空包，環境控制方式來種，嚴調分級包裝，了到一條龍嘅生產專業。將時代就按太嘅產量，建議多列下按用嘅狀況嚇，有按太嘅產量，差唔多用5-6年嘅時間。種45年嘅漢堡菇，看起來拍攝時又長寬，係時代採收嘅時節咧，只要略略拗下就好。陳耀瓊嘅漢堡菇當享受，帶頭冷氣防地擺。種到了庫間力度，按要調整器，要控制技術，按濕度、溫度、讓二氧化碳、讓光線，哦，用慢控制器，讓機會上到最好，啊，按出控制力4點。用環境控制嘅方式，陳耀瓊所種嘅漢堡菇成功率是得控制嘅當好。你喺外頭做吼，差唔多是1000隻做得快就3隻片，做唔得快就差唔多。因為你喺下吼，原物料乜嘅東西全部都貴，吼，所以講你喺技術上要進求進步。你下已經庫房2萬個太空包，平均是得採收2公噸嘅漢堡菇，你同剛開始斬磨1公斤比起來，真係係相差太碼。家下種嘅時候唔曉種啊，唔知幾愛乜嘅條件啊。那你人種香菇無強壯啊，所以講慢慢摸索，慢慢緊施。你啊做種到將來去，10多年的功力咯。它好比較在是菇夠長，我們排 A 的排得起來，要不然打槍。陳耀瓊種漢堡菇已經有12年嘅時間，除咗之前。佢係一個香菇農，香菇全部配走喺下度，輸到體力、進口當多，價錢唔好，所以講吼，讓上到來種漢堡菇。啊，其漢堡菇嘅加濕度漢堡菇加特性失去了，就像鮑魚紅咗，口感好。啊，技術做得賣新鮮，拄好政府就鼓勵做新鮮咧，就該讓開始種漢堡菇，改做漢堡菇。雖然之前有10年種香菇嘅經驗，不過並冇帶本陳耀瓊遊戲，因為種漢堡菇嘅方法還有技巧，同香菇爭當多也較加困難。漢堡菇放在室內來種，你要先了解到某重要嘅東西，漢堡菇其特性同其習性，適合到庫間地度生產冇。因為香菇對於老闆佢冇用設備，就單單香菇了安種，佢較看大自然。用環境控制嘅方式種漢堡菇，陳耀瓊算係當做嘅，乜個事情攏愛自家去命去研究。前3年唔係種出菇，就係買唔劈，唔多啲了劈4-5千萬。家下唔曉種啊，冇經驗，拄好，因為因來種冇重要嘅東西，要動到經驗，人技術，加慢動學動腔，然後讓慢慢時間。一步，然後慢慢滴到，滴的時間已經了得動到錢了。5
人數嘅陳耀祥唔甘願就按嚟標牌，也考慮到員工嘅想法，所以佢唔停落來，顛倒更加積極嘅研發同累積經驗。當初估計品質同產量無好，陳耀祥了解群眾愛自家做，將使得掌握狀況。我們要先去栽培室找其中一株最漂亮的優良的品種，然後當做原種。那我們就採一朵菇回來，就這一支菇就是原種。要先煮它的培養基，那它的培養基煮好之後，我們要放到殺菌釜裡面殺菌30分鐘，之後冷卻凝固，然後我們再將剛剛採的那個原種，把它切塊放進去，然後它就會長菌絲。那菌絲出來，再增殖，然後再做成菌種，接到太空包裡面，將來它就會出菇。聽起來當簡單，事實上其實係用咗3年嘅時間，將使得同群眾嘅品質做到穩定。有一個食品工業研究所，那邊它有短期進修，那我曾經去那邊上過課，當然都是學的一些基礎概念而已啦。當然回來，我們後來當然也有去拜訪過我們同業的一些老師傅，他曾經有傳授過這些基本的那個技巧給我。那我們再慢慢的用3年的時間來就是從錯誤當中學習，然後慢慢的進步這樣。你全部無性生殖啊，佢保存當唔好保存，那留嘅種嘅原樣當唔好處理，該技術要當講。我要好嘅技術，設備也是唔得太難。目前呢個漢堡菇群眾栽培室，實際講係國內唔係第一就係第二。因為我們的年產量大概佔我們全台灣的40%以上，所以它有一定的規模，所以我們必須把每一瓶長出來的菇都做到品質最好。所以我們的這個規格，我們勢必要做到很精準，所以要花這麼多的錢去蓋這樣的設備。工廠地包做太空包，當然弄到進行等。呢個部門仍然要生產56000件，所以人工弄當無限。無結構太顯產業機，又要同技術加到機器地包。內容都冇技術，還有個黃豆粉，還有粉頭3種。杏鮑菇佢取代材質做得當多，佢冇一天要用技術。佢咩種做得用玉米芯，用得甘蔗泡，全部做得。機械化嘅田裝太提升效率，人工只係到開口嘅蔬菜側面做太空包已經未完成。棉花種來都係個透氣嘅啦，因為俺太空包做是較接菌啊，接菌嘅是冇氧氣，個菌絲會死嘅。太空包設門係來送入小氣室，殺菌15.9將時間拿來種漢堡菇。一般種香菇愛用到嘅太空包，再殺菌8.9就是得。香菇嘅太空包做得有共生菌，佢殺菌冇完全做得，你杏鮑菇做唔得，殺菌完全，所以講佢殺菌嘅時間係較長。喺個菇場通常攏係賣太空包，將拿來種。陳耀祥則係天出愛自家做，就算成本相對有較高，佢係呢唔係樣鋪。種杏鮑菇最基本嘅技術來源、技術原點，一天都自家做，唔做唔容易賣。你自家做，讓有法度好掌握到咧技術嘅關鍵，讓有法度好比產量人品質較高。高產量同高品質同包裝時是得看到，人工同將摘落來嘅漢堡菇頭切片也順刷分級。也太貴，俺就要做 A 級嘅，也按呢，咱就做 B 級，像也按呢就做 C 級，也地也削放了也，俺冇個做回收，本人做個有機肥。經過按多年嘅經驗累積，睇下陳耀祥生產嘅漢堡菇品質已經是得達到市場需求。生產嘅東西要符合市場嘅需求，市場差唔多，嘅配置差唔多 ，A、B、C 差唔多是50%、30%、20%，樣嘅配置，來賣東西按角度好，較好賣。天單也隻唔負，
采访的同时，手机就向机下摆。用太空包杀菌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去。嘿，对对嘿。对，我是2个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可以明天早上打给你吗？我现在很忙。陈耀强讲，学校长要校买将时代，你下平均当年时代卖出20公吨，意思解系当初打落嘅基础。5、6年前，市场泰西市场嘅全部去韩国嚟啊，反向人天卖啊。其实卖农产品嘅东西吼，迄要持续，有伊个问题咧。供给量，唔让有法度去寻到问题的源头。一片嘅苗栗通路已經技術工廠，太水條同修剪落嘅路數，本人送到輸送大行，將佢做技術。陳耀祥大個月委託一片賣1200公噸嘅技術，假使同一般嘅技術比起來，並冇較便宜。不過佢希望從現實成本還有環保資金嘅考量當中。盡量做到雙贏。漂流木無效啊，那大洲技術的中古的廢物利用較環保。天氣食台灣咩食天啊？大家迄唔珍惜，做慢會淪陷台語啊。模種嘅太空包一般工廠會直接買派，不過完全處理功能根本唔清楚，少數回收業者可被通作無所可惜。就會造成本人批評嘅環保問題，所以到陳耀祥嘅工廠地板有一套回收機器，當然要處理嘅量有60公噸，大概係56000個太空包。得落機器地度去做分解，分解出來嘅雞肉變技術服，多種有人會拿再進去做個處理，有雞肉部分揀咗去個再進去做個原料。做個樹脂粒的，灰粒的，咁那個重新再利用，再回來做個雞肉。技術服都係拿有廠商來再做個有機堆肥。嗆人在這吼，要花咁多錢。人垃圾、人流動嘅東西那分開來，資源做得足夠活化利用。對健視派當中累積經驗，一步一步打造出自家嘅漢堡菇王冠。目前陳耀祥也同研發其他菇類嘅經驗法生產，想要編寫另外一個成功故事。其實最感謝還是我們這一群的工作夥伴，大家一起將手打拼，然後把我們做到今天這個程度。這不是我們厲害而已，是我們的同事大家都很厲害。工作這個講，工作都厲害。嘿嘿嘿。以上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先前高雄六龜舉行嘅第一屆嘅龜王文化節，感揚龜王爺嘅庇佑，未希望尋到盡六龜嘅好光景。白白太水都近3年lang嘅六龜人也過10萬起航起來，等遊客多進來，唔過亦能增進等那踢球嘅規模改善。下禮拜向下來關心，我哋再會。